你正站在超市的走道上，手里拿着一盒松饼粉或是一份冷冻微波餐，你知道自己必须小心翼翼。你把盒子翻过来，眼神直奔营养标示栏位，你由上往下扫视清单，热量确认，钠含量看起来还行，糖分还在可控制范围内。接着你寻找磷的含量，却什么也没看到，标示上完全没有这一项。你心想，太好了，既然没列出来，那这里面一定没有磷。于是你把它丢进购物车里。但这个单纯的假设，可能是我们在超市里所犯下最大的错误，而这个情况每天都发生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。今天我们要来厘清这些困惑，并找出一些简单安全的替代方案，让生活更轻松一点。欢迎各位关注健康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事实上，那个我们一辈子都被教导要信任的白色方框营养标示，实际上却对我们隐瞒了秘密。而在肾脏健康的领域里，这些秘密至关重要。我们被教导要控制各项指数。你的医生可能跟你讨论过你的抽血报告，特别是你的血磷指数。高血磷会从你的骨骼中提取钙质，导致骨质流失、片脆，还会引起那种让你彻夜难眠、怎么抓都止不住的可怕瘙痒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想控制你的饮食，你想当一个称职的健康侦探。但问题来了，食品法规定没有强制，要求食品制造商在营养标示上列出磷的含量，除非他们在食物中额外添加了营养强化剂。让我再强调一次，因为这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一项食品可能含有大量的磷酸盐添加物，也就是对肾脏负担最重的那种，但制造商却不必在那个白色方框里填上任何数字，这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盲点，我称之为隐形威胁。你明明做对了所有事，你在阅读标签，你在计算钠含量的毫克数，你在控制分量，但因为没有列出磷的项目，你误以为这项食物是安全的。我也曾这么做过，我曾站在那里看着一包加工火鸡肉片，看到上面没列出磷，就买了下来。后来才发现它被打入了满满的防腐剂，这对肾脏健康非常糟糕。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迷思，如果标签上没写，食物里就没有。我们现在必须打破这个迷思。事实上，对于加工食品来说，情况通常恰恰相反。如果你买的是装在盒子、袋子或罐头里，且保存期限很长的东西，它隐藏磷的几率非常高。无论营养标示上怎么说，这之所以棘手，原因如下：并非所有的磷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有有机磷，它天然存在于坚果、种子和豆类等食物中。我们的身体大约只能吸收其中的40%到60%，因为它被锁在植物纤维里，所以很多会直接排出体外，这是比较好的一种。但还有一种是无机磷，这是人造的。这些化学盐类被添加到食品中，以进行防腐、增强风味、保持口感滑顺或防止变色。最要命的是，你的身体会吸收90%到100%的这类添加磷，它会像打针一样，直接、快速且强烈地冲击你的系统。所以，当你买了那盒松饼粉或那瓶可乐，只因为营养标示没有警告你，你吃进去的不仅仅是一级碘磷，你正在摄取一种高吸收率的化学物质，而你的肾脏必须加班工作才能将其过滤掉。这就是陷阱。标签告诉你法律要求列出的项目，如热量、脂肪、钠，但对于我们需要监控的最关键矿物质之一，它却让你完全处于黑暗之中。这感觉很不公平，对吧？你努力想要照顾自己的健康，但你手上的工具那个标签却是不完整的。这就像开着一辆仪表板被遮住一半的车子，
你不知道你的车速多快，也不知道引擎是否过热，直到喂食已晚。我希望你停止寻找那个数字。如果你试图在一盒通心粉的背面寻找磷150毫克这样的字样，你可能是在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我们必须停止依赖营养标示来监控这种特定的矿物质，它让我们失望了。我们需要一种看待食物的新方法，我们需要跳过那些数字，开始看成分表。但这又带来了一整套新问题，因为你最近看过成分表吗？它看起来就像一本爆炸的化学教科书。所以，既然我们知道营养标示是沉默的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看成分表，就是那一块通常藏在包装折角下，或是印着语带子颜色几乎没有对比的微小密集文字。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挫折的地方。我想请你想象这个场景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经历过，你正在超市里，那是个周二下午，可能有点拥挤，你后面有一辆购物车，所以你感到有移动的压力。你拿起一瓶冰茶，因为你想喝点水以外的东西，你戴上老花眼镜，你眯住眼看瓶底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没看到磷 phosphorus 这个字，你看到的是像6偏磷酸钠 hexamethyl-phosphate 磷酸2氢钙 monocalcium phosphate 酸式焦磷酸钠 sodium acid pyrophosphate 磷酸3钙 tricalcium phosphate 磷酸 phosphoric acid 这样的字眼，这太令人不知所措了。感觉你需要有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才能买一瓶饮料。字体很小，单字很长，而且它们被埋在另外30种成分，如瓜尔豆胶和红色40好色素组成的段落中，这让人筋疲力尽。我称之为化学实验室的困惑。这个系统感觉就像是设计来让我们放弃的。制造商知道，如果他们在袋子正面写上含磷添加剂，没人会买。所以取而代之的是，他们使用特定的化学名称，而且还不止一种。食品工业中使用的磷添加剂名称超过1打，我们怎么可能背得下来？难道我们要带着小抄去商店对照我们拿起的每一项商品吗？这不切实际，这剥夺了购物的乐趣，取而代之的是焦虑。我曾在走道上花了几个小时阅读这些标签，我告诉你，那种烦躁是真实的。你拿起一块冷冻鸡胸肉，想说这只是普通的鸡肉，对吧？你会认为这一定是安全的。但当你眯起眼睛看那些小字时，你会看到注入水盐和磷酸钠溶液，连普通的肉类都不安全，这让你觉得什么都不能信。再来谈谈字体大小。为什么最重要的资讯总是用法律允许的最小字体印刷？这感觉很不尊重人，感觉就像他们在说资讯就在这里，但我们真的不想让你读它。对于长者或视力不佳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。你站在那里倾斜包装，以捕捉光线，试图辨认那个字是硫酸盐 sulfate 还是磷酸盐 phosphate。与此同时，你的冰淇淋正在融化。这种挣扎也来自于不一致性。你这周可能找到某个牌子的苏打饼钱是安全的，你买了，你很喜欢。2个月后，公司为了提高保存期限，更改了配方。突然间，磷酸钙出现在清单上，但他们并没有在正面贴上红色大贴纸，说现在添加了磷。不，这是一个无声的改变。你必须每次都保持警惕。那种持续的监控程度很累人，它会拖垮你。它制造了一种背景压力的杂音。我可以吃这个吗？这会伤害我吗？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食物应该是滋养，应该是享受，它不应该是恐惧的来源。但在处理肾脏健康问题时，代价很高。你知道摄取过多这类添加剂会让你的指数飙升，导致需要更多药物、更严格的饮食控制，或者只是身体感觉很糟糕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前脆放弃，
只坚持吃一小份安全清单上的食物，每天吃同样的水煮鸡肉和白饭。他们太害怕尝试新事物，因为标签太混乱了。他们缩小了自己的世界，因为犯错的代价感觉太高，而解码标签的努力感觉太难。但我想同理那种挫折感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并没有漏看什么显而易见的东西。这个系统本身真的很复杂，这些添加剂无处不在，在泡打粉里，在布丁杯里，在奶精里，在加工起司里，在调味水里。他们使用这些是因为对制造商来说既便宜又有效，而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有好处。他们关心的是产品能在货架上放6个月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肾脏能使用一辈子。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，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沉默的营养标示和极度复杂的成分表。这感觉像是一个双输的局面，但转捩点来了。我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拒绝相信我们必须背诵一本化学教科书才能去买菜。我想找出一个模式，我想找出一个作弊码。好消息是，真的有一种方法可以穿透所有那些化学术语，在不到5秒钟的时间内发现危险。你不需要学位，也不需要背诵12个不同的名字，你只需要寻找4个字母或是中文的一个关键字。这就是改变我一切的秘密。这个工具将找回你的自信。当你看着成分表时，我要你停止试图阅读整个单字，不要试图发音。6篇磷酸钠 （sodium hexametaphosphate）， 不要试图弄清楚焦磷酸盐 （pyrophosphate） 是做什么用的。忽略单字的开头，忽略单字的结尾。我要你专门扫描字根字母 PHOS2， 而在中文标签上就是磷这个字，就这样。这就是你的红旗警讯，这就是你的秘密代码。几乎每一种磷添加剂，那些我们需要避免的危险、高吸收率的种类，在它的名字里都包含 PHOS 这个字根，或是中文的磷。让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如果成分是磷酸二氢钙 Monocalcium Phosphate， 你看到它了吗？ PHOS 磷。如果是多磷酸钠 Sodium Polyphosphate， 它又出现了 PHOS 磷。如果是深色可乐里的磷酸 Phosphoric Acid， PHOS 磷就在最前面。如果是豆浆里的磷酸三钙 Tricalcium Phosphate， PHOS 磷。这就是我承诺给你的简单方法。你不需要知道磷酸二氢钙和磷酸三钙的区别，你不需要知道它是稳定剂还是蓬松剂，你只需要成为一个模式匹配者。你正在扫描那个4个字母的字串，或是那个中文字，想象一下就像在玩文字搜索游戏。你知道那种必须在随机字母网格中找到隐藏单字的游戏吗？当你做文字搜索时，你并不是在阅读每一个字母，你的大脑在扫描一个模式。这就是我们要在超市走道上做的事情。你拿起一个包装，翻过来，让眼睛掠过文字。你不是在阅读成分，你是在狩猎。如果你在成分表中看到 PHOS 磷，就把产品放回架上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让我们谈谈为什么这行得通，以及你会在哪里看到它。制造商把这些添加剂藏在最奇怪的地方，最大的违规者之一是泡打粉。如果你看一罐标准的泡打粉，你几乎总是会看到磷酸铝钠 （sodium aluminum phosphate） 或磷酸二氢钙。这就是为什么像马芬蛋糕、比斯吉含盒装、松饼粉等烘焙食品通常磷含量很高的原因。但如果你寻找无铝泡打粉或检查有机品牌的标签，我有时会发现使用玉米淀粉或塔塔粉代替的产品 PHOS 磷扫描法在这里救了你。另一个大宗是加工肉品，像熟食、火鸡肉、热狗，甚至冷冻鸡胸肉，
他们注入磷酸钠 （sodium phosphate） 以保持肉质湿润。你可能以为买瘦火鸡胸肉是健康的选择，但如果你扫描标签并看到那些字“磷”，你就知道那是一个磷炸弹。饮料是另一个陷阱，深色可乐因含有磷酸而闻名，但你知道许多调味、冰茶、柠檬水，甚至一些电解质水都使用磷添加剂来调味和防腐吗？当我在我以前常喝的一瓶蜜桃茶中发现6篇磷酸盐时，我震惊了。我以为它是健康的，但扫描结果不会说谎。有一个微小的细节，我想提一下，以免你感到困惑。有时你可能会在营养标识本身看到磷被列出，通常带有一个百分比，譬如磷4%。如果你在营养标识中看到它，但在成分表中没有看到它，那通常意味着它是食物本身天然存在的，譬如在牛奶或坚果中。请记住，天然磷的吸收率较低时，量摄取通常是较安全的。但如果你在下方细小的成分表文字中看到 PHOS 磷，那就是添加的化学物质，那就是我们想要替换掉的东西。PHOS 磷规则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区分了天然食物和化学添加剂，它让你重新掌握控制权。你不必猜测，你不必相信盒子正面写的健康或纯天然，因为相信我，天然并不意味着不含磷。你只需翻转扫描 PHOS 磷，然后决定。这改变了你购物的方式，你不再感到无助，而是觉得自己像个刚破案的侦探。你发现了那个磷字，然后你说想得美，但我今天不会上当。然后你寻找替代品。最棒的是，几乎总是有替代品。每一款含有磷添加剂的苏打饼前旁边，通常都有一款没有添加的品牌。每一份含有磷酸钠的冷冻餐点，都有一个只需10分钟准备的简单新鲜选项。这个简单的扫描法是你的盾牌，它保护你的肾脏免受营养标示不会告诉你的隐藏添加剂的侵害。既然我们有了这个代码，让我们来试试看。我想带你进行一次真实世界的5秒安全扫描，这样你就能确切了解这如何融入你的实际生活中。想象我们在烘焙区，你想在周日早餐做松饼，你拿起了那盒黄色的大包装全效松饼粉。第1秒，你翻转盒子；第2秒，你忽略营养标示；第3秒，你的眼睛落在成分表上。你扫描面粉、糖、盐、磷酸2、氢钙、磷酸铝。第4秒，你发现了磷这个红旗警讯。第5秒，你把盒子放回去。现在你伸手拿旁边的那盒，也许是一个成分更简单的品牌，或是像普通面粉这样的原始食材。你扫描面粉、小苏打、盐，没有磷，放进购物车。这支花了5秒钟，你就刚刚从大量的可吸收磷中拯救了自己。让我们去乳制品区。你在找咖啡用的非乳制奶精，你拿起那个受欢迎的调味品牌，翻转扫描水、糖、植物油、磷、酸、氢、2钾，在那里那个 PHOS 磷，你把它放回去，拿起一瓶原味杏仁奶或另一个品牌，翻转扫描杏仁、水、碳酸钙、海盐、向日葵、卵磷脂。你有看到任何磷酸盐吗？没有。这就是赢家，这很赋予人力量，不是吗？你并没有剥夺自己喝咖啡的权利，你只是将危险的化学物质换成了更安全的成分。你这样做的越多，速度就会越快。第一次使用找磷规则去购物时，可能会花你比较长的时间。你可能需要拿起3、4瓶冰茶才能找到一瓶干净的，没关系，对自己有耐心一点。
你正在建立一项新技能，你正在重新训练你的大脑，看穿行销手段并看见真相。想想这个带来的影响，每次你发现一个淋病，把它放回去，你都在减少肾脏的工作量。你买的不仅仅是食物，你买的是长寿，你买的是更好的健康检查报告，你买的是没有皮肤瘙痒的夜晚。我希望你下次在厨房试这个，去你的食品柜，拿起几盒东西，也许是你的麦片、苏打饼、前或即食燕麦片，做这个5秒扫描。如果你发现了磷，不要恐慌，只要记下来，告诉自己，好，下次购物时我要找一个替代品。如果你的预算不允许，你不必今天就把所有东西都丢掉，先从了解食物里有什么开始，知识就是安全。当你知道这个磷代码时候，超市就不再是一个充满隐藏陷阱的可怕地方，而开始成为一个让你做出选择的地方。你是掌控者，而不是食品制造商。我们今天涵盖了很多内容，我们谈到了营养标示如何隐藏真相，我们谈到了化学名称的混淆，我们学到了简单的4字母关键字解决方案 PHOS0。这是一个小工具，但它能带来巨大的差异。我知道带着肾脏问题，生活会感觉受到很多限制，常常感觉你总是被告知不能吃盐，不能吃钾，不能吃红肉。但这个方法，这是一个 yes， 这是一个帮助你找到可以吃的食物的工具。它帮助你自信地在商店里穿梭。你光是能在这里，并且在乎到愿意学习，就已经做得很棒了。继续扫描，继续替换，并相信你自己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